日同大家分享一種比較冷門啲嘅海產或者藥材，叫做硼魚腮。硼魚鯊其實係魔鬼魚嘅鰓，佢有解毒作用，可以用嚟煲湯或者煮粥。據說對皮膚病同埋濕疹都有啲幫助，尤其適合小朋友。一般而言，一個人一次食用大概1兩左右就足夠啦。硼魚腮係煲湯或者煲粥之前徹底沖洗乾淨，因為佢個結構關係，比較容易藏有一啲雜質。用清水洗嘅話，食嘅時候就唔會食到啲沙石㗎。而家大家見到呢一啲呢，就係乾貨嘅硼魚腮。如果存放時間唔係太長嘅話，唔需要擺喺雪櫃。硼魚腮屬於中價嘅藥材，因為產量唔係太多，又唔係成日捉到咁大隻。聽聞捕獲嘅人需要用魚槍先能夠制服到。總括嚟講，硼魚腮並唔係萬能藥，但針對部分皮膚疾病的確有一定嘅效果。如果大家試過其他治療方法不果嘅話，試下食下硼魚腮可能會有意外嘅驚喜。呢一啲貨就係151兩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去我哋嘅網站選購啦。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支持我哋，多謝各位。